如果你能够按照这样翻是最好的哈。那如果你现在还改不了，没关系哈，你就按照你的这个结构去翻。然后第一个重点就是你把这些词的意思表达出来啊，就可以。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就是我能够帮你调整成这个叫对称的翻译啊。对称的翻译就是什么？主词就是主词，动词就是动词，受词就是受词哈。我现在要强调的大概是属于这个部分哈。好，那如果你已经写好的话哈，你就可以泼上来哈。那今天就3个是吧？现在数学哈。什么？所以神话哈，传说的神话哈。那这边呢是我们讲到这个我们阿美族的起源嘛哈。那前面有讲到一些是从哪里来啊，从哪里来了哈。所以有时候你还是要回头看一下前面的那些系数哈。好，扫码放好了哈。Satu ulang lengawan gimana？如果你按哈，那这边就是插在这个那个什么？嗨，有没有神，没有神。几个哇塞吗？你先翻嘛，看看合不合适，我们再好，试。好。好，所以神话就是神说的话了哈。那我们这些都是传说的神说的话，所以神话叫神说的话哦。那传说可以说这个 GEMAT 没问题。啥动物没有问题啊，全都是哈。古尼尼案这些都 OK。所以用拉人阿万GEMAT 就呃，当然你也有可能是参考这个呃书里面的资料哈。好，加进来了哈。satu jika wasai ala lengawan gimat kunini 哈。或者是说哈关于神的哈，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翻译哈。satu jika wasai ala lengawan gimat kunini 案哈，基本上就有加进来了哈。所以如果说是吉高瓦赛的话呢，那个什么，你翻这个吉高瓦赛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神好，神话。所以吉高瓦赛是有神灵的人呢、所以吉高瓦赛大概是有巫师、神领的人。祭司。嗯，哦，所以
哦，这样子了哈，我直接给你改了哈。好，satu 好，unu 哈，unu kawasan 啊，拉人阿万的给们就 OK 了，是属于神的，有没有？好，satu unu kawasan 啊，拉人阿万这样的话就 OK 了哈。好，谢谢老师。哎，不客气哈。好，全都是属于神的哈，神的啊，给们哈，大概是这概念哈。它的关键在这里哈，属于神的啊，拉人阿万啊，给马提没有问题啊，啥都是哈，所以这个我给它改一下了哈，这个是红色啊，那这个是黄色，古尼安啊，这些那这个呢都是当白色好了啊，我们这样就分出来了哈，红色是动词啊，古尼安是主词，白色就是是什么啊？是传说的神话哈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哈。那看看其他的人哈，好，阿法斯哈，好，他用刀几个啦，刀几个了也可以哈。所以一般来讲，用刀几个呢，基本上偏向马兰跟恒春比较多了哈，刀几个了。乌尼尼亚刀几个一杀度，那个阿法斯，你是啊，少一个杀度和傻度。哦，杀度哈，好这样子吧哈。好，杀度乌努对对，高瓦塞阿基玛哈。乌尼尼亚刀几个亿，杀杜努高瓦塞阿基玛哈，没有问题哈。现在你的翻译就是说哈，你的翻译意思表达对了，可是乌尼尼亚刀几个是这些传说啊，是这些传说呢，全都是属于神的啊故事啊。你的翻译是这样子，意思是对，但是结构是不对称。什么叫结构不对称？就是说好，你这个哈可以改成这样的哈，我现在给你修改哈。好好。好，这边改成孤就 OK 了。好，你到后面再加到几个也没有问题哈。好，沙多努高塞亚给马古尼尼亚到几个了。好，那你这个改成大写啊，就是说关键在哪里？就是说这个是主词哈，古尼尼亚到几个了啊，这些你也加故事也没有问题。沙多乌全都是，这个是红色的，属于传说，属于传说的神话。努高瓦塞亚给麦。好，这个结构的话，就跟这个中文的结构就是对称哈。当然你的翻译现在就是说没有错，大概一般现在翻译大概都是属于这种，这个叫口述资料，好，口述大概都是如此。乌尼尼亚到这个里萨多努高瓦塞亚给麦。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记法结构，就是我们在翻译成文字结构的时候，最好是按照这个规范。好，那个阿巴斯有没有问题？有了解。好，了解了哈。好，好，什么阿法还有这个那个，还有另外一个雅致。
啊，没关系哈。如果雅致你翻好的话，你再加进来哈。那我们其他的哈，其他的我们就翻哈。第四个，认为是来自南洋群岛印度尼西亚人的后裔，漂流到台湾的族群哈。那个中文你也可以合并哈，可以做整合啊，就是说啊、他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呢？啊，他们认为是从南洋来的，南洋来的印度尼西亚人的后裔，好的后代哦，啊，然后漂流到台湾的族群，啊，就是说，他们认为就是我们阿美族，我们阿美族是从南洋那个地方漂流过来的，啊，这个就比较长哈，你也可以合并，也可以分开哈。好，那个雅致翻好哈，好。satu kimasnu awai kuningan awai 哈，好，理论上这个字哈，嗯，怎么讲哈？我还有另外一个字哈，嗯，叫什么去了？哎呦，临时想不到哈。这个awai 就是看不见的了哈，这个词是没有问题的哈，因为这个字也算比较深哈。但是我想到另外一个词，怎么想不到？嗯，叫什么？好，呃，unu awai 啊，satu kimasnu awai kunian，好好，这个是很简短的哈。这个字蛮好，因为这个 awai 就其实就是我们讲看不见的哈。理论上，那因为它是大写哈，那个雅致可以讲话吗？也不行哈。好，那没关系哈。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词更好了，但是我现在临时想不到哈。好，这个结构可以哈，没问题哈。好，那我们看这句了哈。好，OK。这个 Y 这个词非常好啊哈，但是我有好，我们现在来翻这一句哈，认为是来自南洋群岛印度尼西亚人的后裔啊，认为是印度尼西亚人的后裔哈，然后来自哪里？来自南洋群岛啊，漂流到台湾。你也可以是认为是来自南洋群岛漂印度尼西亚人后裔的族群，你就可以整合成一句啊。就很多翻译本来就是你要学会去分割或者是合并认为是南洋是来自南洋群岛漂流到啊来自南洋群岛漂流到台湾的印度尼西亚人的后裔这个族群就可以不用。认为是来自南洋群岛漂流到台湾的印度尼西亚人的后裔也可以这个结构也是可以看你要怎么翻，就是你可以合并，也可以分割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是来自是来自啊，认为
好，看看那个翻译的，哦，还没好哈。当然，如果是我的话哈，认为就是说不是乌啊乌那尼什么是来自是从这么长姑啊哈拉邓想法如果是我会这么翻的哈就是是来自姑哈拉邓中间这么长啊。所以你不要受我影响哈你先翻先翻。你看这个来自南洋群岛漂流到，你看漂流到你看这个也是个动词也就是说整个受词的词组里面有动词所以就是我们讲的词组好，手嘛翻好了哈。好，Sakasepat unani Indonesia terus kuhalateng Omi susu ai tulial tani Taiwan finazatan好，很好哈所以你看这个古哈拉邓在这里古哈拉邓就是认为了想法好，乌纳尼没有问题乌纳尼就是动词好，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后代乌纳尼印度西尼亚德鲁斯古哈拉邓认为是从印度尼西亚的后裔是米苏苏爱米苏苏爱多利亚带你台湾非常赞叹所以这个结构是没有问题的其实这个结构也就是对称那只是说它是用两个句子分割所以他把这个印度尼西亚这个句子呢然后这个漂流到台湾漂流到台湾是顺着顺着顺着海，米图苏埃多利亚顺着海来在台湾的民主没问题这个很好这个结构就是我讲的，它就是一个对称的翻译好，你用这个字体Times New Roman 这个字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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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在电脑里面会比较好比较好那因为我们在可能你是用电脑用手机
那我一般打字我都是只要是阿妹，我都用这个字体，好用这个字体，好这个字体的话比较好一点哈，其他字体呢比较乱比较乱。书写 OK 了吗？可以了吗？好，刚刚网络有问题哈，好，哎对，好，断掉，就是好，哎，文字，所以刚刚的那个文字就消失了哈。那如果你还没有打的话，可能要请你重打哈，就是刚刚的资料哈。好，雅字再重打一下。对对，好，再重打一下哈。所以这个乌那尼哈，也可以是乌那伊哈，也没有问题哈。乌那伊哈也可以哈，那也可以是乌那怒哈，那怒也行啊。好，所以那你那伊那怒都可以用哈。好，雅致的打好了哈，是下面那个哈。好，OK。Utara sa timuran akan antara no Indonesia atamsa Taini ama Frau i Finazana no da 台湾是按古说了哈，好，这个也可以哈，不说了话是这么说的也行啊，所以关键就是这个乌哈乌哈乌是这个红字乌是这个黄字多罗兹诺萨蒂莫兰南方的岛屿哈，所以努印第西亚等不到哈，这个就是按照那个翻译了哈戴尼马弗劳然后这个来搬到马弗劳叫搬家伊菲纳扎丹诺台湾向这个台湾的这个族群好，
到台湾的族群哈，所以这个翻译基本上是蛮贴切的了哈。saan古算了哈，saan古算了，所以基本上如果是要这样的话哈，这边哈也不用哈，saan古算了啊，基本上它应该是另外一句哈。好，Utrut no satimulan Kanada no Indonesia adam 到。好，所以这个是雅致嘛哈，这个是雅致的哈。我给你一个建议了哈，就是说哈，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好，这个可以哈，可以改成孤哈。我德罗兹努萨蒂穆兰阿甘纳达兰努印度尼西亚达姆到古代尼爱阿马弗劳伊菲纳扎达努台湾是岸古算了哈，这样的话会更漂亮哈，会更漂亮哈，因为你还是要有孤哈，这个有孤。然后后面这个呢是另外的，是按古算了啊。这样的话，你虽然是分割成这样的话也没有问题啊。另外那个阿达姆绕阿达姆绕阿黛尼马弗绕，好，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希望你是有一个主词哈。那主词虽然不一样，可是这样子呢，我觉得蛮好的哈。好，这是我的建议哈。好，我们再看一个哈，还没有了哈。好，好，advanced 哈。uruma suali nama ka timulai Indonesia kita Adam sa maligit tayo ni Taiwan哈maligit tayo啦台湾哈好另外的话呢哈那么那么嘎就是都是从南方的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岛屿的人马里给带来台湾哈，我们看中文的哈，看一下哈，好，乌鲁玛算了，当然就是这个认为是也可以是这个字哈，那么嘎都是虫哈，都是虫哈，这个呢当然是虫，也是经历的意思，但是玛嘎就是全部都是南方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岛屿的人然后马里给带了以台湾漂流到台湾到台湾的族群对马里给你这个马里给就是漂流的意思了哈。好，这样子那个阿发什么哈？好，我给你改一下了哈。好，这样子哈。好，我那么个题目来哈，我那么个题目来那你印度尼西亚kita Adam sao 姑这边改姑哈，咕噜嘛算了，好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哈。然后马里基泰带来台湾，好，好，你看就是说，这个句子怎么跑掉了？从哪里好，这里，复原一下，这样子啊。好，
乌那玛嘎蒂姆蒂姆来这边再加个那尼印度尼西亚kita Adam tahu kurma aswar 好，然后马嘎戴拉以台湾好这样会比较好了哈，比较好，好，好，OK。哎，还有谁？雅致发誓，好，基本上好就是这样子了哈，可以哈。好，那我们看下一句了哈，下一句。好，来，这是比较可靠的说法，并且有许多的证据可以证明这是较可靠的说法这是比较可靠的说法，并且有许多的证据可以证明好，我们来翻这句了哈。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我们阿美族是从南方的印度印尼这个地方了哈漂流来的哈漂流来的，就大部分的人认为是这样了哈。好，可是这个是传说哈这个是传说哈。那确定的就是我们阿美族是从南方来的，但是到底是哪一边来就是各有各说了哈。我自己也有在这个部分做一些研究了哈，那都跟他们不一样。所以这在这里来讲，这就是主词哈是，所以其实我们阿妹不能翻哈，是什么呢？古尼尼什么古尼尼好就完了喜多有许多有许多的许多有许多的哈，你看，你也可以说有好扫码好了哈。Usang ayay akimal kunian. Altihay ko mga ayay, mga ay mapahapinangan, mapahapinaan，应该是避难嘛？那个什么应对对对，该是避难写错了，binang。mahapinangan哈mabawaza akimal 好，这是比较可靠的说法哈。Usang ayay akimal kunian，这是最好的传说这个是最好的传说没有问题最好的就是这个更那个了更确认说是较可靠并且有许多的证据可以证明阿利害古mang爱马哈比南岸马巴瓦在给嘛马巴瓦在给嘛就被证明的被证明的传说厉害过mga ay mahapinangan厉害过mahapinangan你就是讲说可以证明了所以你要讲的是可以被证明了的证据的传说mga ay mahapinangan mga ay mahapinang
mga ay mahapinang mga ay mapahapinang 好 mapahapinangan mapawazay gimat 好 mga ay mapahapinangan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说，你看这个案哈，当然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讲的案哈，应该就是证据的这件事情哈。mga ay mapahabinang，mga ay mapahabinang，就是你念看看哈，你不加案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感觉？还是 AN 不用？就是我就是让你去感觉一下。Arihay mga ay mapahapinang mapawazay gimar AN 不用。好，就是说我要讲的其实也是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个 AN 是什么？因为这个 AN 就是 gimat 了，有没有 gimar 这件事，对对对。哎，你讲的这个案就是 gimat 的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说，对，我觉得这个案可以不要哈。我的意思在这里了哈，就是你自己念之后，你更就会觉得可能这样会更顺一点哈。好，好，好，这边就是马巴哈比难哈，就是被显示出哈，被显示出，而且证明被显示出，而且被证明的传说哈。马巴瓦在阿吉曼哈芒爱就是可以哈，可以验证，可以被验证，可以被显示出，而且验证的这个传说哈，所以这个是可以的哈。那现在就说我们好还要更好哈，那个什么嘛。那个并且你现在翻看看，并且可不可以再翻出来？并且就是加在这个地方嘛哈，厉害的前面，看看你要用哪一个词，这个对你来讲应该不难。好，usang ayay usang ayay gimat peninian lulu lihay ko mga ay mapahapinang mabawa在 gimat， 这并且，你看你要用哪一个字？你不用打了，直接跟我说，跟我说，我帮你打比较快。所以它是个转折语。你敢吗？你敢还是现在只有想到你敢？你敢哈？你敢好，没关系，物理了。我先打哈。你敢物理啦，好，物理啦，你啦，好，停顿。好，你敢物理啦厉害过哈。这个是比较常用的哈，你敢物理啦是没有问题的哈。你敢物理啦厉害过哎呀嘛把哈比那嘛把我这样给嘛好，所以说这个没有问题哈，用这个你敢物理啦好。那我建议你还是用 O 哈，你敢物理啦不要用 W 了哈。好，谢谢老师。好，好，因为这个理论上这个应该不是很难的哈。但不一定要用这些字哈，到几个了啦哈，可靠可靠，你不一定用爱这个词哈。显示证明被显示都可以哈。那我在就是证明了哈，也是证据那哈比浪就是显示出的，所以我们的词不一定只有这些哈，还有很多看你的方言哈，你的方言哈。刚刚那个雅字那个熬阿姨那个字就其实很深的那个字哈，非常好。叫什么去了？
好，好，想到的话我再讲哈。好，阿 fast 的。Unini satu ngaayay sual alihay kuya taha pinangan你比金九万akimat 好好，他用金九也可以哈。好，unini 好，unini tu satu ngaayay satu ngaayay tu ngaay 好，这个会比较好了。unini satu angayay sual alihay kuya taha pinangan你比金九万akimat 好基本上也是 OK 哈。现在就是说阿 fast 吧哈，还有就是现在就是说哈，我们现在一般的翻译大概都是如此，就是说你看了，这是比较可靠的说法哈，就是这后面大概 OK 了哈，就是这个哈，你看它的结构乌三个哎呀给马古尼尼安，就是你的这个乌尼尼改在后面，好我现在帮你改哈，所以这个乌沙东哎呀说了古尼尼，好。好，再来是这个再接过来，这样这个结构的话，就跟中文是对称的对称好，我nga ayay sual kunini ati hai kuya ta ha pinangan ni pi kingkiwan akimat 好，可以哈，就是说我要讲的就是说那个古尼尼就是这，也可以说是这或这些这因为这个这是主词，就是我讲的主词是在这边是动词好，那有许多阿迪亥也没有问题了哈，有许多就是阿迪亥也没有问题所以古亚，所以你用古亚来替代是非常好的，包括他用孤都可以。那个古亚就是这个吉曼这个传说你 begin g one 去验证去研究出来的被证明的是 OK 的。那现在就是说还是少一个并且，那个 advance 你再加一个并且，你看要用哪一个？看你们的方言所以 advance 你应该是马兰的吧？对，是马兰的哈。好，你现在就加一个那个并且在阿里海的前面，你看你要用哪一个词会比较好它是用这个尼盖欧里拉，你会用哪一个？并且老师也可以，你高丽娜或许吗？就是都可以，就是看你要用哪个，因为我们的这种这个或许也可能不行，或许就是有点不相信，并且就是说这些证明呢大家所说的这个，然后有很多的证明，所以并且跟或许有概念不太一样中文是这样子了对，只有你高丽娜。好，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并且这个字嘛所以你最好还是加一个并且这个字那不论说你用哪一个都没有关系但是有些因为我们的连接词这种转折语呢
反面的这种词比较少啊，比较少啊，这种正向的、顺向的大概都没有问题哈。啊，你搞丽娜，好 ，OK， 没问题，好。还有所以法师，雅致的哈，好，雅致的。好，你看他用挠汉哈就可以哈，挠汉就很好，挠汉。我说的那样算过你案，好，没有问题哈。这些话是这个事情是真实的话啊。挠汉好，所以这里就是理论上我们这里要加个逗号。阿迪海古嘛巴瓦在阿给嘛嘛巴不哈山奈哈，好，可以哈。阿迪海古嘛巴瓦在阿给嘛哈，被证明的传说呢很多阿玛巴福哈山奈哈打开了哈，玛巴福哈阿玛巴福哈山奈哈被开启哈，被打开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哈。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了哈。然后古尼安是主词主词那这边呢又有孤那基本上口语来讲的话这个也都 OK 了哈。阿里海古马巴瓦在阿里海爱理论上的话加爱会更好了哈。好，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哈。那我们看一下哈，那下一句比较长了哈，下一句没关系，我们就先写哈。好，下一句日本、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人类学者、民主学者、专家们，从体质、种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中加以考证，研究的结论中可获得证明。就是说，上面的那一句就是讲说，现在特别讲日本有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人类学者好，人类学者民族学者这是一个名词哈。专家们从体质、种族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中加以考证，研究的结论中可获得证明。所以你看看人类学者你会怎么翻，民族学者你会怎么翻，专家们你会怎么翻，你也可以合并这些学者就是什么研究的嘛，研究什么？研究人人种，人类就叫人种民族就是什么民族就是什么民族什么民族，排湾族、阿美族、布农族民族所以这个民族只能是用菲那扎兰这个词菲那扎兰，因为菲那扎兰是指不同的民族好，种族好，我们来翻看看哈。日本大概没有问题了，日本日本美国你可以说是アメリカ巴拉嘎体质所以体质的话就跟身体有关系种族也就是跟民族有关系文化好，这边应该就是人类学者、民族学者专家们专家们大概没有问题，就是人类学者、民族学者，看看你能不能翻出来哈其他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结论考证研究基本上是差不了多少证明你看都是重复的了
好，这个扫码翻出来了哈，好，很好。pakai ni i masa si rumah ai tadi dengan pinacatanan ha pinacatan ha atau selangawan ku paka hapinangan atau ma lahci ai no mikinggi wai intipong Amerika atau rumah kita gitu ya mikinggi wan akimat 基本上差不多了哈，好，差不多，这个字再大一点哈。pakai ini masa si rumah-rumah ai tadi dengan pinacatanan，好，那个小马，要我建议你在后面再加一个按，好，因为这个按是什么？这个按，这个按是什么？这个按才是这个类别不能类别你看大地人按属于身体的类别，有没有？菲那扎三难因为菲那扎难只是民族，可是你再加个按的话，它就变成类别这个差一点点哦好多斯兰阿万就是文化没有问题不巴嘎哈比南岸多马拉哈吉爱诺米金吉外所以这边一滴蹦的话呢，你可能用努滴蹦会比较好，有没有？努米金吉外努滴蹦有没有？用努会比较好哈然后努再加个努阿美利卡多鲁马阿吉达吉都呀米金吉万阿吉嘛好。就是你这个可以了，就是差在这个一点点的菲那扎兰难，好，那现在就是说好，这个你也可以说这个是个人因为人类学者、民族学者文化学者那现在就是这个巴嘎哈比南岸巴嘎哈比南岸多马拉吉艾诺被显示证明的和属于日本研究者所完成的属于美国那现在就是说making one argument making one argument 就是研究的结论好，现在的话呢，看看还要再增加什么比较合适了打敌人案也可以说是体质，所以这混在一起也没有问题打敌人案就是人类学者菲那扎达难民族学者，也就是种族斯兰阿万，也就是文化，所以它是合并在一起也没有问题这个都是表达出来了专家们马拉基艾努米金基外这个米金基外就是专家们所以也没有问题努西蹦努阿美利卡多罗马吉达吉多呀米金基万基曼基本上没有问题了非常好了好，巴盖尼伊玛萨西鲁玛各种各样的了其他差异了借着这个各种不同的从体质民族还有文化来所证明的是属于日本的专家，还有美国的专家，还有其他的专家们所完成的这些研究Mikingi One 所研究的所以那个后面那个 Gimat 那个什么嘿，所以 Mikingi One Gimat 的话，那个 Gimat 可能不合适 Gimat 哦，
你研究完啊，delete。哎，对，你给好，完啊，迪丽是不是？这样就对，OK 了哈。好，好，这样就啊就非常棒了哈，完全正确了哈。好，这个句子是比较长哈，但是基本上应该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没有什么单词了哈。也就是说，你也不要背那个什么民主学者、人类学者，当然你也可以按照去翻哈，因为它只是一个概念哈。好saki tilengan 哈我会这样翻的哈，saki tilengan saki fina 扎山哈nan saki fina 扎山 nan 好我会这么翻哈，就是人类学者的话就是不行哦，这个是人类学者是从不行哈，sakit tilengan 不行，sakit tamsawan 哈，sakit tamsawan 哈，sakit tamsawan sakit financial 就是人类学者民主学者我会这么翻的哈，就是请大家参考一下好，因为人嘛，当不上人类人种，当不上万就是人种，平常侦探是民主，然后后面在这个案就是民主的种类所以这个案后面的案是种类类别，所以当不上万叫人种，也就是类别人的类别。saki 就是用什么方法去验证saki saki 这个词缀蛮好的了哈。那从这里的话就可以合并了哈，合并。那斯兰阿万的话，基本上大家大概都用这个词了哈，文化好，这样子好了哈，我们休息一下了哈。那么你就先慢慢写哈，那个雅致还有阿发哈，你们慢慢写。我们休息到8:10哈。那个苏贤，我们休息到8:10哈。好，我们休息到8:10了哈。好。好。
好，我们继续了哈。好，如果你那个打好了，就赶快加进来哈。啊，赶快加进来哈。好，这个立蹦嘛哈，立蹦都可以了哈。立蹦哈，呃，都可以哈。立蹦好。如果说我们讲日本的话，大概有立蹦跟立蹦哈，立蹦也可以哈。如果讲美国呢，叫阿米利卡啊，阿米利卡或者是巴拉嘎哈，也可以哈，这两个都可以哈。美国阿米利卡巴拉嘎。如果你讲阿米利卡的话呢，可能是比较现代的啊。那如果是巴拉嘎的话，应该是指比较古老的哈，就是年长的比较明白巴拉嘎啊。好日本都可以哈。日本美国啊。好，这个是没有哈，还没写哈。好，马来西亚の研究外の日本哈，属于日本人所研究的完成的还有アメリカ。好，这个 kita git 了哈，少一个 t 哈。好 kita git 刚刚没有注意看哈。Roma kita git 呀，没研究完delete 好。现在巴盖尼就是 saki 哈，saki 是词缀哈，巴盖尼就是这个巴盖尼就是借着这样的哈。那巴盖尼就是或者是你也可以说巴盖拉，大概两个都可以哈。巴盖拉这个两个都可以用哈，巴盖拉巴盖尼哈，等于什么？等于 saki 哈。那 saki 是词缀。那巴盖尼、巴盖拉是单词就是我们很多这个词组哈，可以用巴盖尼、巴盖拉或者是词缀的 saki 哈，借着这个这样的借着那个那样的saki 就是方法gi 就是目的这个方法的目的saki 就是方法的目的或者是目标方法的目标也可以说是企图，企图，企图所以这个 G 杀就是方法杀。那 G 呢，大概有目的、目标、企图的概念所以用杀 G 这个词缀非常好哈。哇还没有哈。好。
沙就是方法哈。key 呢，它有目的、目标、企图的这个词缀的意思哈。好，那我这边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好，马萨西鲁马鲁马爱哈，马萨西鲁马鲁马爱哈。它的词根是鲁马了哈，别的啊。所以重叠啊，这个叫双音节重叠啊。然后再加词缀西，好，喜鲁玛，喜鲁玛就是有，这个西就是有哦，有不同的啊，不同的。那鲁玛鲁玛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了哈，差异哈。玛莎玛莎就是被形成被形成有不同的那个爱就是的哈，所以玛莎西鲁玛鲁玛爱哈。这个词是这样子，主要的词根是后面这个鲁玛哈，那前面的词根叫重叠哈，双音节重叠哈，所以双音节重叠之后，右手音节重叠哈。哦，好，那个就阿范斯跟雅致哈，你们就慢慢写了哈，写了哈，好，OK。好，我们看这个阿范斯的嘛哈。好，那你提不爱Amerika ai atau lama ai kita kit nama ka sa siluma nama ka sa siluma ai tatilengan finazatan atau serangawan komiking kiwai tu tamsau singsi i mapinang ama mapinang ama pa sasak kula solinai solinai Speaking Q1，好，基本上也是可以了哈。从日本的美国的还有其他的国家那么个已经被经历那就是已经经历已经验证过的大敌人案身体的然后菲那赞旦民族斯兰阿万文化大敌人案菲那赞旦就是说没根据外都谈不上哈，过没根据外都谈不上信息老师了哈，学者哈，马比南阿马巴萨坦古拉苏里奈比根据万哈，那学者的话呢，老师基本上也可以了哈。那如果说这个没根据外都谈不上哈嘎西哈。哈嘎西哈嘎西的话就翻成学者会比较好，哈嘎西就是博士了哈，博士老师的话不一定是博士了也不一定是学者因为他就是个教学者，所以我认为用哈嘎西也可以哈，比较好哈。那基本上其实就是米根以外了米根以外都当不到哈嘎西信息看一下中文从日本、美国体制文化之间的差异
马哈比浪阿玛巴萨浪哈。那差异就是那玛嘎萨西鲁玛爱哈。好，差异好，基本上没有问题哈。那这边呢，大地人案菲那扎三难哈，我觉得可以加这个了哈，菲那扎三难，好，因为这个案呢，菲那扎难是民主的意思，那菲那扎三难那个案是什么？后面那个案是表示是类别，啊，人类啊，民族的类别啊，就是台湾的类别啊不是或者白种、黑种。哦，那个案就像单烧万啊，是一样的概念哈。我认为可以加一个案呢。好，这个是阿法斯的了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雅致的哈。好，那你提崩案啊，那你阿米利加案阿米利加用 K 比较好哈。阿姆利加好也可以哈，这个用 K 比较好哈。Anza uluma-luma kita no miking kiwai hakashi mavana tu kasashiruma no chutas tu miking kiwai tu miking kiwai pagkaini I saki tamlawan saki finazatan atau serangawan no kasakitakit malahachi kasakitakit 各个国家的也可以了哈。好，那就用按哈，按也可以哈。那你就不按哈，好用按。阿美利加按哈也没有问题，按照乌鲁马kita no miking kiwai hakasi mafana tu kasashiruma no jutas no jutas no jutas tu miking kiwai pakai ni I saki tamsawan saki pinazatan atau serangawan no kasakitakit malhachi主善哈，主善，当然这边是指这个已经出来的这个书的结论了哈，基本上也可以了哈。嘎萨西鲁玛努主善，嘎萨西鲁玛努主善，都嘎萨西鲁玛努嘎萨西鲁玛努主善，巴那都嘎萨西鲁玛。所以那个雅致嘛哈，我认为那个主善可以不需要了哈。麻烦那都干啥西路嘛，都米金基万把该你哈，所以这边的话可能会有点会出错，就是朱站就变成是书了哈，属于不同的书属于不同的书，干啥西路嘛努朱站可能会比较容易会错意所以我认为这个可以不要了哈。嘎萨西鲁曼多米金基外巴盖尼以萨给达米拉万哈，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顺哈。好，那就这样子了哈。好，我们再看下一句哈。好，二次大战期间，许多人被征召到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作战的阿美族人说，好，你也可以合并了哈，也可以分开。二次大战期间，许多被征召到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作战的阿美族人那这边呢，大部分都是指这个日本兵日本兵所以从这边特别是那个李光辉，应该大家都知道李光辉李光辉他是在印尼的什么岛在印尼的什么岛好。所以二次大战期间，
大战争啊，所以你这个大战呢，可能要加世界啊，二次世界大战会比较清楚。就是如果是打仗的话，就不一定哈，不一定啊，加世界会比较好哈。啊，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被征召到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作战的阿美族人说：好，因为我们古代有蛮多战争的哈，跟别族之间的这个打仗，还有跟清朝时间，好，清朝期间，清兵打仗，好，再来就是日本，好，大概会有这些的这个战争哈。所以马来西亚你就按照这个拼音哈，新加坡哈，马来西亚许多许多被征召，哈，所以你不一定说要被征召啊，他被征召就是当兵嘛，哈，哈，当兵嘛，哈，当兵怎么说啊？如果你按照字翻，你会很，当然你能翻是最好了哈，就是你的词汇很丰富的话，当然很好啊。如果说，你不会征召这个字啊，就当兵嘛，啊，当兵嘛，然后当兵作战嘛，啊，当兵的就是要打仗嘛，啊。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哈，呃，一定要萨嘎杜萨哈努拉鲁乌山或者是什么啊，嘎夫拉万拉鲁乌山啊，嘎嘎拉鲁乌山啊，嘎法夫拉万啊，所以我们这个打仗呢，可以说是拉鲁乌好，拉鲁乌山，还有这个法夫拉万，好我知道的是这个两个词了。那如果说你还有别的哈，也可以哈，但是这个要加嘎哈嘎啊嘎拉鲁乌山哈嘎，为什么要加嘎？就是说它这个大战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哈，是很长一段时间啊。这个嘎是这个概念哈，然后时间按就是时间期间哈。那当然就是你不一定要按照我这个方法啊，如果你有更好的词汇也可以哈。那第二次世界，所以世界你会用哪一个词世界，世界呢一般来讲你可以用哈嘎的就好了，哈嘎的、斯嘎的都可以了哈，哈嘎的就用这个字就可以了哈。
好，这个我们先看阿发斯了哈，阿发先翻哈，我们先看。好，一定要后哈。ideal ho sagadusa kala utan no kala kita kit 哈，应该是kala kita kit 哈 t 哈。alihai go nama kelisai no tipung atara i Malaysia sana go算了 amis 哈。好，所以你这边少了这个新加坡了哈。ideal ho 一哈要一哈，ideal ho 一sagadusa。kalau urusan no 啊嘎啦吉达吉他应该是嘎萨，好，那个阿发斯嘿哟，要用嘎萨，还用嘎晚上萨哈，嘎哦，萨就是各个国家哈，那就可以说是世界没有问题哈。好，那这边重点就是一定要一这个一定要加哈，一定要加在萨嘎多萨嘎拉乌赞努嘎萨吉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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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好可以。阿里海国那么格里塞努提蹦阿带拉伊马来西亚三奈国算了阿密斯像阿杜什么新加坡你怎么说？新加坡都新加坡，马来西亚阿杜是不是？阿对，都杜新加坡，哎，坡新加坡什么呢？S 坡新 S I 新 S S I I N I 新 N 嘿新加西加西吗？C Y A 新加 C Y A 现在我要跟你讲，应该要 CIYA 新哦啊新加坡新加，然后呢亚坡 ，PO P 好 O 坡，PO 就好。这个因为我们的阿美语就是这个音如果说你因为我们的音节结构的关系所以建议你是这样拼会比较好了哈，比较好，因为我们两个子音不会连在一起，它是这样子，新基亚布连在一起是新加坡好，就像你这个马来西亚有没有一样的概念哈？好，那理论上呢，现在还有规范的时候了，就是说，现在你们把它加一个横杠呢，当然就是知道说这是外来语哈，我也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第一个字大写基本上你听这个音就知道它不是阿美语所以好，这样就 OK 了哈。好，马来西亚都新加坡三来国算了阿密斯哈。好，另外这个这个这样会比较好一点了哈。好，那好，你的问题还是在哪里？就是说米格里塞那么格里塞努提蹦哈，就被日本带领，基本上也是可以了哈。好，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喜多是什么？那个阿范斯，那是阿阿范斯吗？迪海亚阿迪海古是阿范斯嘛哈？对，所以这个喜多是人还是东西？哦阿迪海古当照不行，阿迪直接用阿鲁曼就好了，不要用阿迪亥。阿鲁曼是人，人阿迪亥是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混用了哈，所以阿鲁曼，你这个阿鲁曼就好了。好，阿鲁曼，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翻译会出现这种小瑕疵，就是人不是人的阿迪亥，阿迪亥是东西哦，不会说阿迪亥古达不到，阿鲁曼那古达不到，好，好不好？好，好嗯。好，这个是一点点的这个小问题了哈。那我们看一下那个扫码的哈。
好，萨嘎多萨啊，嘎法弗拉万也嘎了一啊，阿鲁曼古马弗拉万啊，米昆林爱诺阿美萨菲纳扎坦带了一马来西亚阿多新加坡啊，说了啥？好，好，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哈。这个我的建议就是一哈一哈，那开头的话大写啊，伊萨嘎多萨呢，这个萨嘎多萨萨嘎啊它应该要连在一起了哈。第一、第二嘛哈，你不能是第一然后一分开哈，第一、第二哈是一样的概念哈。伊萨嘎多萨啊，嘎法弗拉万啊也干了啊，所以那个烧麦，有所以 no 哈干了还是也干了会比较好，no 哈干，啊？是不是属于世界？是不是？那法弗拉万 no 哈干了是不是会比较好了哈？对，阿拉曼古马弗拉万啊，米昆林爱啊，米昆林爱哈，所以米昆林爱的话可能还不太够啊，因为它是训练啊，所以米昆林爱 no 阿密斯啊，菲那赞叹哈，马弗拉外古马弗拉外啊，米昆林爱哈，阿鲁曼古马弗拉外打仗的嘛哈，啊，打仗训练啊，可以哈，no 阿密斯伊菲那赞叹。阿菲那赞叹，阿鲁曼古马弗拉外啊，所以你这个顺序有一点点颠倒了哈。你看看这个哈，哦，他是应该是被训练打仗，是不是？去打仗，对，他是被训练然后干什么？打仗嘛，对对对，对不对？所以你的这个字就是颠倒了。啊对，所以你看你这个就是这个而已。你看怎么调整一下？所以密公令哈，马巴公令哈，被训练是不是？好，我在这边帮你改了哈，马巴公令哈啊，不能马弗劳了啊，米啊米法弗劳哈，米法弗劳外啊阿密斯哈啊菲那赞叹好，马巴公令啊米法弗劳好，这个爱也可以不要啊米法弗劳米法弗劳外啊阿密斯也米法弗劳啊阿密斯啊菲那赞叹哈。然后待了以马来西亚啊，到新加坡哦，算了啥？所以这个算了啥就是哦，有点不连贯哈，就是伊萨嘎多萨嘎法弗拉万诺嘎里阿鲁曼古马巴公林爱啊，米弗拉外啊阿米斯还是加爱比较好马巴公林爱啊，被训练的啊，米法弗拉外要去打仗的阿米萨菲那赞叹。待啦，以马来西亚啊，都新加坡所以说了上这个接不上，那个什么，就这个地方接不上，你要怎么改一下这个说了上？就是这样念之后会不顺。嗯，好，看一下，就后面那个，你看你怎么改，调整一下就好了。伊萨嘎多萨阿嘎法弗拉万哈嘎伊阿鲁曼古马巴公林爱米法弗拉外阿美斯阿菲那扎坦带了伊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好，你看这样说了啥不顺，就这边接就不顺。
你也可以用句子，也可以用一个词。好啊，sanai 古苏啊就好了，好不好？好，啊，要不然就是 sanai 就好了。三内 sanai 其实就是说啊，有没有？sanai 古苏啊也可以。好。Anuman ko mapagkuningai ama ami fafulawai ames pinazatan atay Malaysia atau 新加坡 sanai 也可以，sanai 古说了都可以哈。好就是完了嘛哈。那你听不爱没有没有两个，好好还有萨嘎多萨，好，还有雅致的了哈，雅致哈，好，好，雅致你就先写哈。那这样的话，我们看下一句了哈，看下一句哈。他们到达当地不久就会说该地区土著的言语哈。他们到达当地不久就会说当地区土著的言语哈。所以你也不一定要在当地区土著的言语啊，就是你可以整合起来哈，整合成比较简短哈。他们到那个地方没有多久啊，他们到那个地方没有多久就会说那边的话了，就会说那边的话了啊。那不一定要分成土著的原语哈，那一边的话就可以了哈，是一样的哈。好，这个我们就先翻这个哈。那个雅致你就不急哈，慢慢写哈。那其他两个哈，阿发斯跟烧麦，你可以先翻这个。他们到达当地不久就会说该地区土著的言语哈。当然，你能够按照字义去翻，然后能够把每一个词翻到会更好。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尽量练习哈，能够把中文所表达的词都能够翻出来也是一个好方法哈。就是练习把字，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翻译就比较能够对称哈。那当然，基本就是我讲的，你能够把意思表达清楚这是第一点表达清楚就是没有意思不会搞错这是第一个重点不管你怎么翻好，表达清楚了，跟这个句子的意思是不会有产生错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尽量能够按照记法结构来翻译好，这个雅致我们先看雅致的了哈，快了哈。Saka tosa malaluot ko tipong ato palaka tuya mihatsaan. Anuman ko finaulan no amis malasupitay amiluot to ata
马巴代拉以马来西亚都新加坡了，给大家好，这个很好哈。但是就是这个地方呢，我的建议就是还是要加一哈，一萨嘎杜萨在哈。中文虽然没有，但是我们的观念就是说，因为这个是阿美语的结构哈，这个一就是我们讲我们的这句子的开头，不是一就是乌，要不然就是动词啊，这个概念很重要哈。伊萨嘎杜萨马拉鲁古提蹦阿杜巴达嘎巴达嘎都呀没有答案哈阿鲁曼古菲纳兰努阿米斯哈马拉苏菲代米鲁乌都阿萨马巴代拉以马来西亚都新加坡给他给没有问题哈。好，这样的翻译是对称对称好，那我们就是我的建议这边就是你加一个一会更好了哈，会加个一会更好哈。马来罗这日本跟美国了哈，那基本上好，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哈，那这边讲到就是日本跟美国打仗了哈，那也可以合并了哈，就是说伊萨嘎杜萨嘎拉鲁战努哈嘎了就好了哈。阿鲁曼好，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句子结构，就是说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改成这样的哈。萨嘎杜萨嘎拉鲁战努嘎拉鲁战努因为是世界努哈嘎了哈嘎了就好了哈，这样就 OK 了哈。伊萨嘎多萨嘎罗乌坦努嘎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期间哈，阿鲁曼后面这个接就 OK 了。阿鲁曼古菲诺兰努阿米萨马拉苏菲代米鲁多阿萨马巴代拉伊马来西亚都新加坡了，给他给这样就 OK 了哈。好，这样的话就比较对应到中文哈，对应到中文好 OK。那我们看这个了哈。他们到达当地不久，就会说该地区土著的言语哈。言语就是话了哈。好，我们看这个扫码的哈。在个的呢，长了一地了岸麻烦爱度，麻烦爱度，个一地了岸咋叫？麻烦爱度，个一地了岸咋叫？个一地了岸。那个扫码。嘿，麻烦爱度努一地的案会比较好。好，努一地的案这叫属于在那个地方的话嘛哈，有没有？对，当然这是我的建议，你不要都说对呀，就是因为我也不确定自己写的对不对。没有啦，不要这样了哈，就是我们是讨论的哈。好，那个在一个真的上了一地的案也可以加案也没有问题哈。麻烦爱度，麻烦爱度努，还是麻烦爱度努？你这个度到底是什么？是热还是那所以你这个会比较麻烦哈，我给你修改看看会比较好哈，就是比较好不会搞错哈。就是后面这个麻烦爱度加杂教那个杂教先出来有没有？麻烦爱度杂教努一地的爱
可不可以？会不会更好？比较不会搞错。好，知道什么话会多杂叫弄一滴的按有没有？就是你看麻烦爱多弄一滴的按啊杂叫，就是那个杂叫先在前面。会什么？会说话嘛，会说那边的话嘛，会说那边的话嘛，是不是？那个话会说话，对，那个话，哪里的话？嗯，一滴的按那边的，是不是？滴答案所以是这样的话就比较不容易会搞混哈。好，好，OK。啊，再一个真的是，哦，这个词是北方的呢，哦，好，没有多久哈，再一个真的是，啊，看看应该会有不同的这个话了哈。好，麻烦的爱多杂叫，你看就比较简单哈。麻烦的爱多杂叫，你就不知道那个是多啊还是热，哈。那上面那个呢，比较容易会，你不知道，比较不能确定它是热还是什么，还是受格啊？会什么？因为会什么一定是都嘛哈。好，这里给它这样子一下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fast 哈。那么个大黑啦，那米啦啊，麻烦那爱度啊，马上说了度那一滴的爱哈啊，非常赞叹啊，说了哈好，这个基本上啊，那么个大黑啦到达那个地方了哈啊，那米啦他们哈哦，那个这个是阿发什么哈？嗨，嘿，阿发哈，就是他们是个主持嘛哈。那个达伊拉是纳米拉还是扎米拉？哦，扎米拉，他们都要用扎米拉还是纳米拉？你要这很多人个也可以，他们扎米拉，所以是扎米拉还是纳米拉？哪一个比较好？好像是拿吧。好，如果拉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加咕。那个达伊拉咕纳米拉，这个才是对的结构。如果你不要咕的话，只能改成扎米拉。好，因为这边是主持，他们到达哈，他们到达哈。那个达伊拉哈，那个达伊拉咕纳米拉，可不可以？好，可以，对，东嘛哈，好，可应该是以，东的哈。可以，好，所以加估不加估就不一样哈。麻烦那 I do 啊，所以会了哈。马萨苏尔 do 啊，do 那是 do 那还是 do 那一滴的爱不一样哦。这边这个是受格，不是度那一点的爱。不管对也是受格，但是是 do 那还是那一滴的爱不一样哦。哦，度那点的对爱。啊，多那一滴的爱阿菲那扎那拿出来了，所以你这个那有时候会连到后面，跟连到这个都是不一样的哦。我们在文章上我看到很多这种小问题啦。啊，多那是那个嘛，那个在那里的民族的话嘛，是不是？对。如果是那的话就不一样了，那一滴爱是从那个地方哦，就不一样了。哦，这个那在后面的话，好。嗯，这个就好，是一点点小问题，我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你而已啊，太多了哈，太多了。就是在文章上，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部分，小心一点哈，让我们的这个文字更严谨哈。多那多就是受格，你看多呢啊，就是我这边写一下哈，
你看有读逆嘛，是不是？是不是有读逆？读了有没有？毒亚，你看读那是不是？读亚，你看这个都是受格啊。你看就是读那不是在这里，是不是？好，就是这是受格的这个4个格，尼拉那亚哈。好，所以比较麻烦的就是那个尼跟那跟呀，有时候都会跑到后面，它跟都分开，就会出现一点点的这个小误差哈，小误差。好，好，我们再看这个雅字的哈。好，再一个哈拉宾啊，这个就比较比较大家都比较通俗的话了哈，还没有多久哈。在一个哈拉宾马勒长了哈，他们在那里还没有住多久哈。大麻烦那都麻烦那都这叫都努一滴的爱昂一哈啊，这个概念大概跟那个差不多。大麻烦那都这叫都，好可以哈。所以就是这个度比较麻烦哈。大，然后这个要停顿。麻烦那度知道热，所以这个度是热啊。麻烦那这叫会说，麻烦那这叫麻烦那爱度这叫好。所以这个度呢是热，最好是连这个度呢就是受格齿啊。会说什么属于伊迪拉爱昂尼哈那边的这个声音哈。所以那个我觉得用一哈不太好了哈。一哈虽然也是话的一种，是声音，但是我认为用熟话的会比较好了哈。它叫熟话哈。如果说你一哈就是可能腔调也可以，会说那边的腔调哈。但是这个会比较容易出现偏差哈。麻烦爱都这叫都努一滴的爱熟了哈，会比较简单比较不会会错意哈，会错意哈。好，这是我的建议了哈。好，今天大家辛苦了哈，只有你们打读录爱个么哈，就比较累一点哈，就会比较赶哈。那今天有人请假了哈，那没有关系哈，那我们就是多练习哈。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哈，下个礼拜我们继续往下面的那个PTT 哈，还蛮多的哈应该是够够，我又增加了哈。那这边我有页数哈，就是让你参考页数这本书的页数哈，好，你可以参考哈。那反正就是参考了哈。那因为毕竟我们是以中文为主你可以对称他所说的哈。那因为中文跟阿美语它有时候就会有点点偏差哈。好，那我们来做调整哈，做调整。好，苏贤我们就上到这里了。好，谢谢老师。我们下课了哈，那大家辛苦了哈。好。